跟住喺惠陽土湖嗰棟新建樓嗱，就係呢個十字路口，惠陽土湖中山中學附近。嗱，門前呢個街道呢，好成熟啦又闊，可停2-3台車都唔單止啊！就呢棟佔地110個方5層樓嘅，佢新起嘅喎，預留咗電梯口噶啦唔使擔心，1樓仲可以做啲生意仔添。呢度去中山中學，亦即係惠陽二中先2分鐘左右去惠陽嗰個土湖菜市場嘅話就係5分鐘左右。就呢棟樓總面積有640個方買返嚟自己住，留得2層就住唔晒仲可以出租咁老細感興趣。依家房東講話賣300個，各有紅本，證件齊全㗎，正常過戶就 OK 㗎啦，仲可以按揭添有冇老細感興趣如果係想睇現場嘅話，歡迎評論區留言或者私信我